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姐姐，我给你唱首歌吧，就上次你教我那个。我有一只小毛驴，哎，静静，静静，抱抱。感觉一个世纪都没见着你了。是啊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了。你都瘦了，对不起啊，现在才来看你。哪儿的话呀？黄慧说你救我的时候可尽心尽力了呢，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没有啦，我就是最近忙着照顾元宵。哎，我这样问你呢，元宵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呀，就是得了皮肤病，类似于水痘、风疹什么的，不能见光、见风，也不能见人，怕传染给你们。到底是水痘还是风疹啊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又不懂。你才不懂呢！懒得跟你理论。静静，你说如果是水痘或者风疹，那鳄鱼哥为什么藏着掖着，不让我们见皇上啊？怕你们担心嘛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不用担心，我给你们准备了惊喜。皇上，老朽在此祝愿你早日康复。我来怎么老了？你看，庆庆那耍怪，不过这老年妆画的倒是像模像样的，是吧？我画的。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见到他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是一只海上人的羊。干嘛呀你？吓死我了！就拍了你一下，怎么了？做亏心事了？神经病！哎，老实说，那妆不是你画的。笑话，不是我画的，难不成是你画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小看我，我的化妆技术可高超了呢。我就是小看你。逆向思维一下，像你这种平时只懂画小脸、大眼、妹妹妆的人，看到皱纹应该就想遮吧？怎么会画出如此完美的老年妆呢？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过我。切！哎呀，小皇帝真可怜，病成这样，还想着法斗逢逢开心。是，
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要强颜欢笑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跟我说，快说啊！你最好老实交代清楚。元宵遗传了李欢的早衰症，头发都变白了，皮肤也老化了。早衰症。你们这些没有责任感的大人，竟然都不去叫我起床。唉，还好我已经养成生物钟了，自觉起床。唉，我这是有多快乐呢？你今天不用上学了，就在家里休息吧。哎呀，爸，你看我，看，我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，不用再回房休息了。走吧，咱们去上学吧。身体又不是你说好就好的，你今天就在家里休息。哎呀，爸，真的不用在家休息啦，走吧。就算你不在家里休息，你也去不了学校，因为我决定带你去国外休养。啊？去国外就是要离开这里的意思吗？哎呀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虽然说我很讨厌一个监狱学校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上学很开心啊，有好多小朋友跟我玩呢，还有我的小美女，连老师都会对我笑呢。哎呀，爸，我在刚适应，我不想走，我留下来！哼！你不常说自己是一国之君吗？换个地方就闹脾气，你跟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区别？你刚从老家来到这里时，不也生活的挺好吗？换一个环境，你也一样会很好的，不是吗？哦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想带我去国外休养，是想带我一去不回，就像我从老家来一样，无法回去，是不是？小屁孩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多。鳄鱼，带他回房休息。好，就算要离开，也一定要带着有你跟妈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老大，这怎么了？鳄鱼，带他回房休息。好，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想被你这种一切。哼，你放开我，自己会走路。元宵，元宵。我的电话呢？不能用，医生说电子产品会影响你的身体复原。你骗人！你就是想软禁我，不让我跟幼女联络，你休想！哼！家业，北魏国师。孝文帝和他的儿子先后失踪。孝文帝，太上皇皇上，太上皇皇上，太上皇皇上。拓跋亮，拓跋亮，拓跋。元宵不是一直说要找一个什么将军报仇？你想思维一下，李欢、元宵是不是跟这个拓跋将军有关系呢？那这么说的话，他们就是千年古人？不可能！但是，所有事情都跟这个家业有关系啊。家业，叶家，拐皇。
过去来到现代的人，皮肤会因空气成分变化而产生突变，其中一种情况是氧化导致激素衰老。激素衰老。哼哼，嘿嘿，嘿嘿嘿。闹够了，消停了。都有个过程，我会好好跟他解释的。我们上次也是约在这里，你还劈头盖脸的骂了我一顿。幸好现在是2016年，要是在北魏，我是不是已经被株连九族了？你和冯峰已经经历了1000年的恋情，既然你现在记忆恢复了，可以重新开始，为什么你还要逃避，再伤他一次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你更应该理解我。不同的时空，不同的世界，能怎么样？你之前跟我说过，李欢的存在只能给他带来伤痛。我现在只不过是放手，把他托付给一个能让他幸福的人。如果你只是因为害怕逾越不了时空的界限，你这样的放手嘱托，我不接受，我也不稀罕，我只会鄙视你和唾弃你。你想怎样都行，只要你能够照顾好峰峰。我最讨厌你这副假情圣的模样。你明明舍不得放手，为何要苦了自己，又虐待他呢？逆向思维一下，你是不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原因？这些都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，你只要负责照顾好峰峰就好。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，但是你应该理解我。因为我们共同深爱着一个女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。你答应我，让她幸福。虽然我非常不愿意承认，但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照顾的、给她幸福的人。拜托了。你上次救了你。
妙莲，爱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，皇上，记住了。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。你喜欢这个啊？你看，那个叫蓝色妖姬，好看吗？这花多少钱啊？我原来还在担心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，看来我的担心纯属是多余。不出3个月，你肯定对这个社会完全的熟悉，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当我先放心了。芳芳，我们出去散步吧。走。阳光这么好，不要错过。不过今天风大，我们晒一会儿就回去吧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看什么都是灰灰的。你在干什么？谢谢你，黄辉。为什么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在我身边，对我那么好。因为你好，我才安心啊。可是我又笨，又蠢，又纠结，还有许多理不清的过去。你都说了，那些都是过去。我们现在就让那些过去变成真的过去，好不好？你以后不会再是一个人了，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，永远不会让你流泪，永远让你幸福。就让我好好照顾现在的你，一辈子都不变，好吗？你就乖乖在这待着吧。哎，在看什么呢？啊？
又看人家扭屁股放臭屁呢。哎，这密密麻麻的，写的什么呀？真是猪脑子！这上面写的全是抗急性衰老的方法。现在还不知道情况如何，我们要尽快行动，不然可能会影响血的纯度，到时候就前功尽弃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就过来啊！任静真是个没用的猪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对不起啊，什么忙都帮不上你，现在还要你来帮我，我就是个大笨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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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笨蛋！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再打下去的话就更笨了。你呀，就赶紧找个高明点的医生治好自己吧，不要再用我这个大水货了。我不是都说过吗？你不是水货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。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？但是又好像没什么不对。啊，读书读傻了。黄先生，我们酒店呢刚好推出了一个夫妻同心婚宴优惠，只要8800，宴会酒水无限供应，尽享佳肴美食。这个好像还不错，你觉得呢？都可以啊，你觉得好就好了。那这个菜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啊，我们的菜式呢都是由1级名厨设计的，我们还可以按照客人的要求定制特别菜式，保证啊你有一个满意的婚宴。都还不错，好难选啊。芳芳，我都可以，你定吧。你定吧，我都听你的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